比特幣早前一度跌穿10萬美元大關，係6月以嚟首次，並較10月初創下的12.6萬美元歷史高位下跌超過20%，進入技術性熊市。以太幣亦增單日暴跌近15%。近期以太幣在內的加密貨幣市場急跌之際，全球最大以太幣儲備龍頭企業 Bitmain 傳出獲摩根大通入股消息，該股股價大反彈7.6%至40.23美元，為本月盈利跌近14%。根據摩通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提交的持倉文件顯示，截至9月30日，該行持有 Bitmain 約197.41萬股股份，持倉市值達1.02億美元。此外，根據 Opinvest Tracker 監測顯示 ，Cathie Wood 旗下 Opinvest 於本週五透過其兩隻基金增持43,454股 Bitmain， 價值174.5萬美元。其中 ARKK 增持33,698股 ，ARKW 則增持9,756股。Bitmain 原為比特幣礦商，今年轉型為以太幣儲備公司，目前已持有逾324萬枚以太幣，規模穩居全球以太幣儲備之首。根據加密幣 ETF 資金流統計顯示，第四季前2週仍錄得超過50億美元淨流入，但近4週已出現累計15億美元淨流出。